大家好啊！我係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梁慧珠梁校長。咁咧，我哋學校嘅辦學宗旨咧係根據香港聖公會基督教全人教育嘅理念嘅，致力培育小朋友喺德、智、體、群、美、靈6育嘅成長發展嘅。另外咧，我哋都好着重小朋友嘅兩文三語嘅喎。希望小朋友咧可以喺日常生活當中，透過用唔同嘅語言，例如好似英語、普通話咁，可以咧同唔同嘅人溝通。培育小朋友喺第2或者第3語言嘅年齡就係3至6歲啦。咁我認為，因為呢個時期咧，小朋友係語言發展嘅黃金期啊，係學習語言嘅最佳時機。至於用咩方法可以培育小朋友呢？我相信良好嘅語言環境啦，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嚟嘅。小朋友可以透過日常生活啦，喺一個冇壓力嘅情況底下啦，培育小朋友嘅興趣，讓小朋友咧可以學習唔同嘅語言嘅。另外咧，我哋都好針對咧英語嘅實用性嘅，所以我哋會建構英語嘅語言環境啦，同埋一啲生活日常嘅經驗俾小朋友啦，讓小朋友咧可以透過真實嘅情景運用英語去對答嘅。首先咧，我哋學校咧就有4位全職嘅英語老師嘅。我哋喺編排英語嘅課程又或者活動嗰個時候啦，我哋都着重小朋友喺聽同埋講嘅能力方面嘅。我哋透過一啲遊戲嘅元素啦，讓小朋友咧學習英語嘅詞彙啦。當佢再去讀一啲英語嘅句子啊，又或者係兒歌啊，甚至乎英語故事咧，就會輕鬆得好多噶啦。首先咧，我就唔認同咧家長咧大量又或者係過多幫小朋友咧報一啲比賽又或者考試嘅。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咁樣咧係有違咗呢一個幼兒教育嘅理念㗎。同埋如果小朋友過度參與啦，其實會磨滅咗小朋友嗰個興趣嘅。我覺得如果真係要幫小朋友去參加一啲比賽考試啦，首先要達到2個條件啦。第一個就係咪小朋友能力所及嘅。第二個，小朋友有冇興趣呢？如果2個條件咧都滿足得到嘅，我相信咧真係可以係發揮小朋友嘅潛能啦，同埋加強小朋友嘅自信心啦。如果你話係一個團隊嘅比賽，甚至乎咧可以咧提升小朋友嘅團隊合作精神咯。另外咧，我都喺度少少意見啦，幫小朋友去參加無論任何嘅比賽又或者考試都好，我諗我哋專注翻喺嗰個學習過程當中，就唔係單單以一個結果為導向咯。嚟緊咧，其實咧我哋都會持續發展我哋嘅英語課程㗎。嚟緊會加入一啲新嘅元素啦，希望可以增潤到小朋友，讓小朋友咧更加多機會接觸英語。